歡迎收睇城市電視，我係陳思晴，我係鄧子謙。鄧子謙啊，喺香港呢個小城市，每人每日都為生活拼搏。政府發展經濟基建嘅時候，藝術往往被忽略，好似令到香港嘅藝術家舉步維艱喎。冇錯啊，陳思晴，喺香港發展藝術困難重重，但係有一班殘障嘅藝術家，儘管身體有缺陷，依然繼續默默耕耘。到底喺佢哋嘅背後又有咩艱辛嘅故事呢？由我鄧子謙、陳思晴、陳家耀、關子晴、邵明傑綜合報導。鄭啟文 Kevin 今年30歲，天生患有貴納發育不全症，雙腳幾乎失去活動能力。但佢跨越身體上面嘅障礙，堅持走上藝術之路。因為我認為自己係香港人啦，咁作為一個 artist 或者作為一個攝影師，咁當係自己能力範圍，我會覺得應該用自己嘅 media、自己擅長嘅嘢去幫香港做翻啲嘢。鄭啟文指出，香港政府不論係資源還是政策上，都忽略咗呢一班弱勢社群，令佢哋唔能夠盡顯所長。佢對此感到無奈同失望。我哋對面嘅西九係起咗25個美元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香港政府係唔單止對殘疾人士喺藝術方面係十分唔好，其實係整體上成個香港氣候嘅藝術環境都係唔適合嘅。香港展能藝術會藝術教育經理鐘正思同樣表示，政府對健全或者殘障嘅香港藝術家投放資源不足，只能靠一啲非牟利機構推廣及發展藝術。位於石硤尾嘅賽馬會共融藝術工房，呢度係香港展能藝術會旗下嘅一個工作室，定期舉辦唔同嘅活動，拉近市民同一班展能藝術家嘅距離。鐘正思認為，要令殘疾人士主動參與藝術，最首要嘅工作係藝術通達。喺以往設計藝術場地嘅時候，未有將殘疾人士視為使用者，令佢哋喺創作同埋欣賞藝術上面都面對唔少困難。咁譬如類似西九咁樣，其實我哋都有幫佢哋做一啲顧問嘅服務，等希望將來呢一個藝術區，即係都方便到唔同能力嘅朋友可以進出啊，參與到當中嘅活動嘅。身為香港展能藝術會展能藝術天使，鄭啟文十分感謝香港展能藝術會嘅幫助同埋支持，令佢可以發揮攝影嘅才華。其實展能藝術會都幾幫到好多本地嘅香港嘅一啲殘障嘅 artist 啦，都會有時會搞唔同嘅比賽啦。咁可以令到香港嘅本地嘅殘障嘅 artist 可以去俾公眾更加多人認識佢哋嘅才能。雖然喺香港發展藝術阻礙重重，但佢仍然覺得只要堅持，終有一日可以走出一條光明平坦嘅路。冇啊！呢樣嘢 keep 住去做啦，直到你覺得真係頂唔順嘅時候，你大可以放棄嘅。但係你 keep 住去做嘅時候，總會有一日你會得到你應該要得到嘅。城市電視記者關子晴報導。今次新聞報導完畢，再會。